午安。你好，你好，你好。因为你对他就好了，其实是你们两个人的对话。那个秀兰老师，你坐这边，对，这样比较好。不然你们的脸看不到，互相看不到对方。对，这样会比较好。Mendingan tutup kita. Hai. Cima kungangan iso. Si uul kungangan rumahku. Hai. Koi. 陈淑梅kaku. Hai. Ija kuloma iso. Kalingku kuluma rumahku. Hai. Itini yang mehap. Itini sekatusan rumah aku yang me. Hai. Hai, amin访问题是对阿里峰峰田野调查。好，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吴妈安，什么是阿里凤凤？阿里凤凤的用来新作制作过程哈。什么是阿里凤凤是纪念一对姐弟，姐姐叫阿里，弟弟叫李凤。哦，真的哦。哦，他的故事是这样哦。阿里把的那个我的故事，它是林头叶编织成为器皿，就称为阿里凤凤。哇塞，这个故事太特别了。相传古时有一户人家住在海边哈，姐弟两人常到海边捡那个海螺、海菜，捕捉岸边的鱼。有一天采收过程。鱼货比一起的多袋子不够装，姐姐灵机一动，叫弟弟往那个路上面哈，去看一下，结果看到了那个什么林头叶，阿美族叫达拉寨，姐姐灵巧的手制作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能装置的器皿，回家时将剩余的阿里凤凤装上肉类或谷物，也可以来那个蒸或者是煮，让部落的人受益良多。后人为了纪念他两个姐弟，把林头叶达拉寨制成的器皿都叫阿里凤凤。哎。故事喏，阿里凤凤。5年的故事。不错哈，那个一路都还是海边。海边。海边哈，所以只有靠海的才有。这不是靠河边还是海边？通常都是靠海啦哈。靠海是可以预防那个风，还有那个沙子。对它的作用。那这个阿里凤凤有没有它特殊的文化意涵在里面？特殊的文化意涵。定义阿美族里面有没有特殊的文化意涵？一觉得。好，那这样阿美族的传统技艺，平安好。为什么是阿美族的传统技艺？其他的也不是哦，像现在的人哈，就是不是只有阿美族哦。阿美族什么族应该都一样啦，就是有的排湾族用他们制作的那个什么吉纳布，那我们有的阿美族是用那个什么林头叶编织成阿里凤凤装米嘛，做便当，以前没有那个便当盒，所以用这种阿里凤凤可以保存他们中午吃饭、晚上吃饭，做那个便当哈。我有听说是有那些古米山来都也好，都买那个阿里凤凤好。娃娃鱼，像有啦。这个技艺是传统的技艺哈。成品的制作为部落的年长妇女，以及文化工作者都会区上
上代开发而制作流程哈，将采取的叶片中间的硬梗，就像我教你们做那个阿里凤凤一样啊，像这样，两边一片叶嘛，然后做成两个，两片叶的边缘的有那个刺哈，弄掉这样就可以制作了。好，那个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阿里凤凤哈？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阿里凤凤。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古功能里的，比如说打来罗多古巴巴伊奈那个巴巴伊是不是要做那个便当？对，就是像以前啊哈，以前那个农业社会啊，像有的太太呀会在家里帮忙老公做便当啊，他们男生要下田。去田里都要带那个阿里凤凤作为便当，打猎的时候也是一样。打猎啊也是一样，抓鱼也是要用到那个阿里凤凤。它的功能就是当便当用了哈。对。可是有听说是成为什么情人便当，有没有那个功能？情人便当是以前那个恋爱的啦，像有的18岁嘛，成年礼啊，以前的农业社会，18岁不是会有成年礼的那个什么？祭典。对，然后保下他会去海边嘛，女生不是成年礼，男生成年礼的时候会赛跑嘛哈，然后女生会送那个便当。就变成情人便当。情人便当。那时候不是阿里凤凤不是，就哈哈。哈哈在里面。也是一样嘛。一样啦。看你要装什么东西都可以。类似也是阿里凤凤啦，情人便当。也可以当做情人便当。你刚刚讲那个是什么时候可以使用阿里凤凤？还是随时都可以？其实这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因为怎么讲，像这个，我可以拿哈，给你看，像这个好了，这个阿里凤凤哈，是用这个林头叶做出的。那怎么吃呢？它有的原住民是会把它里面的芯拿掉，可以煮嘛哈。那冬天的时段是很嫩的芯。冬天哦。夏天的时期的时候，夏天的话是比较老，不会那么嫩，所以人家通常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去采芯。那么林头叶的话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做阿里凤凤。它不会说一段时间它会黄掉，都不会吗？一段时间是你会枯黄哦。会枯黄啊，你一定要先蒸过，然后会放在那个嘛，放在那个像以前的人是先蒸过，但是他们放在那个冰箱啊。以前冰箱又没有，怎么办呢？都是先做先吃了，不能保存了。刚刚讲说什么时候使用这个阿里凤凤？什么时候使用阿里凤凤？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都可以我想要做的时候就做。都可以。是哦。所以它没有。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这样子。哦，没有，一年四季。都可以。只有它特别的是它的那个芯啊。它的果子是夏天可以用啊，但是它那个芯是夏天是比较老。芯。那果子可以做什么呢？很像凤梨吗？可以吃吗？那个凤梨？可以退火去做，可以煮起来做那个茶。煮茶。茶。是哦。退火。它那个。可是它那个果实好像很小哦。还是很大。就像凤梨一样啊。有这么大吗？有。有这么大。看它的品质，有的营养不良的，有的营养比较好丰盛的，当然是也是很大，很像那个凤梨一样。
还是可以，可是不像凤梨这样子吃了哦。不是，它一样要切开，然后你拿去煮水。可是我们现在的凤梨不能煮啊，你能够生吃，然后。对，可以打汁啊，哎，那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哦，你做的就是那阿里凤凤，就只有这个零头叶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使用做这个阿里凤凤？有啊，那个什么叶桃叶。叶桃叶也可以做。对。哦。叶桃叶也可以做。可以编成这样子。对，编成这样。除了叶桃叶以外，呢？如果当艺术品的话。艺术品的话，可能要用那个，还要覆膜吧，还要用一个胶吧。还要一个胶。才有办法。那我也有在想过了哈，像可以用那个什么软的那个防藤皮的那个哈，可以做出那个我的构想啦，说是不是这个阿里凤凤也可以做那个钥匙签啊？人家不是用那个凤梨钥匙签嘛？我们为什么原住民不要用那个阿里凤凤啊？是不是？这是我的构想啦。小的阿里凤凤。人家可以做那个凤梨的钥匙签，我们可以做那个阿里凤凤的钥匙签啊。可以做成哈，做小一点，那这样就是要用打包袋的材料做哦。不行，那个很硬。很硬。你一定要用那个防藤皮软的，才有办法。它有一种的防藤皮，就像我编织的包包那样，对呀。也可以哦，编成钥匙签。对呀。很对呀，是因为它的替代品。对呀，所以现在哦，还没有人在推这个阿里凤凤的东西。除了做那个钥匙签的时候，还可以做其他的功能吗？当然都可以呀，就是像那个，反正能编的东西都可以做。创意啦。看自己的创意。对。好，这个阿里凤凤要怎么做呢？在原乡的部落有特定的人在做吗？没有没有。没有特地的人在做。师傅你还是男生也可以做，老人家。那当然了。在原乡的时候，老人家好像有的也很会做哦。不见得。不见得。我看年纪较大的人都有在编。是哦。然后，当然了，就像我好了，我的奶奶会编，我的妈妈也学会了，然后我跟着也学会了。但是我下面的呢，我的都是儿子，没办法学。没有先学啊。对，在我这里可能就流失了。当然我要去往外面去教了，传承嘛，不要到最后都没有人会编这个阿里凤凤。对呀。所以你这个技艺就是跟你妈妈学的，还是跟谁学的？跟我妈妈学的。跟你妈妈，可见你妈妈很厉害哦。还有那个什么文化工作者，其实在原乡哦，也是蛮多人在那个教了，推广这个文化。阿里凤凤还有什么？他们除了做这个，如果是在原乡的话，除了做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并行做其他的那个？做其他的。刚刚讲的钥匙签啊，还有阿里凤凤，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好。其他的功能。好像就这个哦。那我们制作这个阿里凤凤有没有什么禁忌？没有。没有，随时都可以做就对。对对。比如说马克巴代的时候，可不可以做这个啊？没有。马克巴代好像没有做这个。没有人做。没有人做这个哦，只有去田里的时候，或者是把达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把达布，还有你的亲人呐，来家里拜访，还是来家里做客，会特地做了。我是看我的妈妈是这样弄。因为比较稀奇。对。很稀奇。外客来的时候。就是你有什么禁忌？没有。在我们原住民里面，你有什么禁忌？没有什么禁忌。那这样你做这个阿里凤凤制作的流程哦。采收的时候你要如何处理？你要怎么处理？当然就用那个长刀啊。长刀。你在给你就是用那个镰刀跟锯子，
那个是工具，镰刀锯子。那你采收回来的时候嘛，你怎么处理？刚刚我看到你是放在那个浴缸上面，你那个是不是要泡水？不是，因为我刚刚有砍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太脏啦，我先处理那个脏。你先把它洗。洗。可是你有刺，你怎么会弄到你的手啊？你是不是你都已经把那个刺拿掉以后，你才洗，会不会比较好？没有。我先冲掉之后，然后再，因为我们要戴手套嘛。那以前的人是没有戴手套，我很佩服他们的手。都不怕，然后好厉害。我自己这样拿，我也觉得好麻烦了。你就是这样子冲了哈。哎，对。你就先冲。冲一冲，然后要处理这个刺的时候就这样子，拿剪刀剪啦。好，一根一根的给它剪。我也写他们不要戴手套啦，我是这样子啦。然后这个先。这个就是你第一个步骤嘛，哈，把它先砍掉以后，然后就大概多长，然后再用这个刮刀，要很小心，有刺，就把它先处理掉，这样。这是处理的过程。这个弄好。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就变这个。好，变这样子了。好，把它切掉哈。那你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洗了，已经很干净了吗？没有啊，我这个弄好了，我再洗一遍。再洗一遍。然后再擦干，干之后再编织。一定要干啦哦。当然啦，你等一下编好了要装米呀。对。那么卫生还是要顾的。一定要。我想请问你哦，你在做在处理这个叶子的时候，哪一个最困难？哪一个最困难的就是处理哈，就是刺而已啊。就只有刺。那个刺比较危险啊，困难是还好啊。困难。没有什么难度啦。没有什么难度。那你的步骤就只有这样子嘛哦。刚刚那个剪掉，然后把那个后面的梗。后面的给它去掉。去掉嘿。然后那个刺也去掉。对。然后再切半。这就可以开始做了嘛，看你要多小多少，对，不是，看你要多大，你要做很小的就要用很细。你要用很大的，就像你这个好大。有没有？可以做成很大的。这个是一般的。可是。通常以前的农业社会是用这样的，要用这样的话，可能肚子饿。要好几个，要加那么多。对，像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都会区，现在就是要用这样，因为现在的人不太喜欢吃那么多，减肥还是什么。一方面也比较可爱。对，那农业社会就是这么大个，好，一定要吃，大概要吃2-3个。那便当也不够。太小。对呀，这个更小。对呀，所以不一样啊，看你自己，看你要做多大啦，看你自己去衡量我想请问一下那你这个很硬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裁掉？我看你这个都没有，你看。因为你刚刚没有用那个刮刀刮掉。哪一个？你这个是梗，中间的梗没有去除掉，你看。我是说这个比较硬诶。那没关系啊，后面就。后面把它剪掉就可以了。你这边也是梗。那个也要处理掉。然后你编的时候，这边很容易断掉。对呀，为什么？因为它这边中间是梗。一定都要全部都是叶子才可以。你很快就编了，我也不知道你已经编了，所以我没跟你讲这个梗。那个也是最难处理的地方哈，那一定要处理掉才可以哈，做出来会比较漂亮哦。不是，你做的时候这边就不会像这样。弯弯的。会断掉啊，这个。很奇怪哦。对呀。也很厉害啦，以前的人可以编这样的。
这个还是要处理哦，你不处理的话不行。不行就刚刚你讲的会很容易断掉。断掉。好，这个是制作流程啦。对。好，再来，你在那个什么采收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这个叶子会比较好？林头叶，这个林头叶。冬天的。冬天的比较大呢，还是夏天？哎，对，冬天较宽啊。比较宽哦。它的叶子较宽。哦。对，我先拿这个给你看。就只有冬天会比较大。哎，冬天它会很宽。哦，比较宽。但是我拿这个是可能没有那么宽啊。我觉得你那个比较宽的。去年我没有。一样哦。去年我们上的那个课，那个比较宽，这么宽那是冬天嘛。冬天哦。哎，我们那时候是冬天做嘛，对，这个时候接近，它可能有被砍过，然后又再生长。又再长，长得会比较小。你看这个啊，还有哈，这个阿里凤凤的那个根啊，好，它又在长了。它这个梗，你知道它的用途在哪里吗？它这个可以做线。哦。你要怎么吃？不是。你要用刀子吗？这个啊，它让晒干的时候，它不是没有汁吗？然后再把它弄湿。哦。你要先晒干它才可以吗？这个是线哦。你没看哪一个人，雅美族。他们就是用这个来晒那个肺呀。达悟族啊。哎，对的，达悟族哎。哦，你说要先晒干，然后再撕哦。对。是要用刀子撕还是用手撕？啊，有的人很急，还是不要撕断了，他就直接切。哦。然后再来撕，它这个都是线啊。是线啊。它不容易断，干的时候。哦，湿的时候还容易断。很特殊哦。对，真的很特殊。可是你这个比较小哦，刚刚没有，它是已经是老的，砍过哦。就像我刚刚砍嘛，这个砍过，然后它这边还在。如果你要让它大一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要拿掉，它才会长得比较多？没有啊。如果说你想要它的叶子很大的时候，是不是这几个要拿掉，然后这个会比较大？你的意思是，它不是说大不大，但是冬天它绝对是很大的。是。它这个哈，它生长之后，它慢慢它这边的水分会到这边啦，一样啊。植物就是这样，不是吗？你要分开来种，繁殖也可以。现在的人都有拿来繁殖。是哈。因为它有那个里面那个心。原住民要吃的心。不知道，我跟你讲，那个平地人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也会吃。啊，那不要给他们知道，否则我们没得吃。啊，我想请问一下陈老师，这个生长几年以后又可以长成这么大？大概几个月，或者是要几年以后？没有，它这个应该是2、3年才可以吃它那个里面的心。你是讲里面的心，我是讲那个叶子。叶子啊，叶子，一年就差不多这样吧。1年哦，要1年了。啊。哦。差不多这样了，1年。是哦。跟这个一样，但是我讲的心它就没有得吃了。这样子的就没有。也是一点点短。很短哦。没有那么长。对。啊，你说要吃到它的心的话，要2、3年哦。对呀，跟谈心一样啊，类似啊。是哦。这个很容易可以拿到吗？很容易啊。可是好像现在在哪里你往那个沿海哈。很多。沿海很多哎。渔港旁边很多。渔港哦。永安渔港。那个绿色隧道那边。对啊，最多啊。可是我跟你讲，会不会被人家抓啊？哦，你要跟那边的地主讲一下，打招呼，否则你要罚款哦。真的，我不认识人。我们这里杨美前面那个公卖子旁边。这里哪里有公卖子？有啊，杨美那边有啊。有啊。旁边那个就是这边拿的啊。可以自己拿啊。跟那个客家人去。跟他打招呼一下，他说好啊。客家人他们有在用吗？客家人？没有。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去跟他们要。对呀，
他们没有在用，他们还嫌烦呢，还说还有吃都灭不起来呀。因为它会一直长啊，它有砍过一些哦，它又长了。真的哦，它长了。你说我们帮它砍这样。哎，很会长下来。对啊。公麦子在哪边？要往那个也是要往新屋的方向啊。哦。嗯。那这样子你取得这个材料很容易哦，也不要钱了。可是那边也不是很多啊，就一点点。一点点哦。那你要纯粹要去教学生的话，你可能要去靠海的地方，然后拜托那边的人帮你拿，然后他会拿过来给你。那我们不知道是谁啊。你要透过你呀。啊，也可以啊。哎，像那个10个人以上还可以在我们这边拿。10个人以上可以。那要看它的叶子大不大啊。像一般这样子的话可以啊，在这边像这样。你要很宽的话，你可能要搬到靠海的地方来。还像一般这样。可见这个取得材料也很方便。也很方便的，现在的路边都随时都会看到有这种的。它那个山地跟平地还有海边的那个品质有什么差异？没有。都没有差异吗？海边有海风啊。对呀。平地哪里有海风？因为它也没差，它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自己防止的也是这样，只是它的品质哦。你看哦，靠海有的接近靠海边的，那个反过来是不会长很大。它永远就是这么矮，很短。你讲什么？它是在海边。这个林头叶。那这样你这个是品质的关系咯。对呀。品质有大的有小的。有大的有小的，离那个海没有，可能也是远一点吧。就会比较漂亮。反正是靠海的就比较。也不见得哦。真的。我看都一样哦。是哦。你这边的都很漂亮哦。我看那个林口那边的哈。林口也有。又很短呢。是哦。那个永安的又很大。对，永安的很大。有没有？是不是？林口又很短了。它那里是不是太空旷啊？应该。它是不是要吹风才会变大？吹风。林口那里就很矮，风那么大。那个什么。新屋的又很大。观音的也很大。靠海的比较大吗？林口也是林口发电厂那里也是靠海。也是靠海啊。对啊，林口是靠海啊。有没有？好奇怪啊！是什么原因？山地跟平地的那个，还有海边的，这个平地的没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异哦。没有。很奇怪哦。它是土质的问题吧？应该是。对，一定是。还有品种了哦。对。品种。那有哪一些品种你知道吗？对呀。林头叶有没有不同的品种？没有啦，都一样。就只有一种哦。你看那个。